叔，轩老师不在。轩老师的船。小云，准备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儿。小云，小云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医院呢。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小云，我什么都不问，你也不用说什么，回来就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谁对我怎么了？小云，答应我，我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不许想不开，好吗？你说我自杀？我们俩好日子才开始，我才40出头，我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你是说有人谋杀你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在哪儿找到我的？啊，在码头边的小船里。没事儿，你慢慢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正在家里做饭呢，后来他带着2个人，那2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刚想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他就拿个东西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我就晕了。他是谁啊？他就是你最好的兄弟。最好的兄弟？建国，陈建国，就是他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你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我陈建国的女儿陈默。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我是在国外没错，可我今天一下飞机，一会儿有人跟我说我爸公司破产了，一会儿我家又被查封了，现在你跟我说我爸杀了你，凭什么这么说？怎么可能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就是他干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爸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接受不了。我爸怎么可能杀你呢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就是他干的。这样，以学云老师的身份，应该不会乱说话。不管什么人什么身份，说话都得负责任吧。耿总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，是不是应该赶紧报警啊？
小云，我觉得建国没有任何动机这样对待你。这样，等咱们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实在不行再报警，好吗？那你应该相信，我跟你讲的全是实话。我相信你，只是这几天的事情实在太蹊跷了。先是死鱼，接着是建国失踪，再接下来发生了你的事儿。我想咱们大家实在承受太大的压力了，必须要克制一下。他不是失踪，他是跑了，躲了。我知道，给我几天时间，咱们冷静冷静。好吧，那我听你的。我爸杀了他，可我爸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小关，薛云阿姨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能理解一下吗？也请他理解一下我。我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刚回国，他劈头盖脸就说我爸杀了他，我也不能接受。我想这里面一定存在着很大的误会，但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。但我们都冷静一点，好吗？东东叔叔，既然你说我爸是你最好的兄弟，那你告诉我，他有什么理由去杀害薛云阿姨？小妹儿，这么多年你爸确实帮了我不少啊。我相信，他即使杀了自己，也不会去杀薛云的。我要去现场看一看。胡梅，照顾好薛云老师。走吧，小妹儿。薛云老师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。对，就是在湖里的小船上。这什么呀？夏莹，她不是你的前妻吗？小林，今天是几号3月19号。？3月19，夏莹的忌日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了。死鱼事件，薛云自杀，建国的失踪，这全都是冲我来的。这个人来头不小啊！那我爸……小妹儿，我会全力以赴寻找你父亲。你现在就回去收拾行李，搬到国农大酒店。林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24小时陪着小梦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还有，薛云自杀的事件，除了我们3个，只有五妹知道。但是这件事只能我们3人知道，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，包括薛云老师。明白了吗？你们去竹鱼坊发现什么了吗？小妍，建国动手之前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比如说谁的名字？没有啊，他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小妍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你别走，我怕建国那一伙人就追到这儿来，我害怕他
陪我好吗？啊，把它喝了，喝了好好休息一会儿。